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20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咱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美国送予台湾250万剂莫德纳疫苗，下晡4点半送到桃园机场，指挥中心按算会扩大自卫对象。国内今仔日增加107个本土病例，是37天以来上低。指挥官陈时中讲，低风险的所在防疫措施凡事会当小可放零。大水河地区南部有淹水的情形，甚至造成3000户失电。因日月潭水库因为落雨，目前欠水量已经有达9成。美国送予咱台湾250万剂莫德纳疫苗，下晡4点半送到桃园机场。卫福部长陈时中甲 AIT 处长廖英杰做伙去迎接。廖英杰表示，这届冠疫苗展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那总统蔡英文嘛亲身表达感谢，强调讲这是患难见真情。因这届送到位的疫苗，指挥中心讲会建议扩大自卫对象，65岁以上甲有身的负责人拢会考虑在内。美国所捐赠的250万剂莫德纳疫苗，20下晡4点半由华航波音777客机运到台湾。卫福部长陈时中甲 AIT 处长李英杰到店去接机，见证台美坚定的情谊。这批疫苗体现了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台湾是民主家庭的一份子，也是美国重要的经济和安全合作伙伴，更是美国真正的朋友。陈时中也表示，看到疫苗落飞行机真感动，这批最近上大量的疫苗，送来由拖车送往花都的货运码头，陆续整理冷链货车运送到指定的物流中心进行有效检验、验收作业。有效安全分配，指挥中心讲的建议扩大注射，65岁以上甲有身的负责人拢在考虑内。我想这个大概就是说要往下开那当然，我想65岁以上是我们的一个目标的族群那我们现在也提到说孕妇也会在这一波的考量之内。这摆美国由原本75万剂增加到250万剂疫苗。AIT 新闻局表示，美国袂白记的，台湾进行的医疗援助拯救真侪美国人的性命。总统蔡英文是亲身表达感谢，强调是患难见真情。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也就是说，患难见真情。尤其日本和美国目前也都还在为遏制疫情而努力，但他们仍然愿意协助台湾。我真的要再一次表达由衷的感谢。蔡总统表示，台湾已经累计处理超过485万剂疫苗，后续已经车买部分也会分配6-9岁。最近有真侪假信息、不实的言论在流传，制造社会不安的情绪。伊也提醒，莫因为意见袂合，伤害身躯边亲爱的人，边都才是真正敌人。记者综合报道。国内今仔日新增加107个本土病例，创下37天以来的新低。不过，也是有11个死亡的个案。咱防疫警戒暂时会降低，指挥官陈时中讲，目前也无要降低。不过，各县市可能会因为风险的程度无共款，部分的防疫措施凡事会当小可放零。国内20增加109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07个是本土个案，2例境外移入，死亡个案11例，确诊1区由原地上北。新北市增加44例，台北市增加31例。虽然全国确诊数是最近37天以来新低，疫情有转好现象，不过陈时中表示，也无解除3级警戒计划。目前没有说要往下3级到2级，2级到3级。在目前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在讨论还是以全国一致的方向来走。那只是在这种低风险的区域那可能会考虑某一些的一些要求的严格度，那强度会稍微低一点。指挥中心也公布19个接到各地回报18件做 A 级疫苗了后死亡的通报案例，已经有67件做疫苗了后死亡案例，不过要去调查是不是甲疫苗有关系。其中有9例已经解破，大部分是心血管疾病甲慢性病，其中1例是过身了后验出确诊，9例拢排除甲疫苗有直接关系。75岁以上就有55例那到目前为止，就是这些个案大多数都是高龄长者，而且有慢性疾病。指挥
中心表示，目前全国疫苗已经注150万剂，注射率6.4%，无理想。希望伫最近疫苗到货了后，伫2个月内注射率会冲起来。另外，为防堵印度变种病毒，指挥中心已经在研究，入境的人解除隔离了后，爱全面普筛。最近甲地方卫生局讨论了后，对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20新增加6个本土病例，拢是属于东区火锅店的团伙链。市府表示，包括2例还未有暗号的，这个家族已经有8个人确诊啊。因那台中市目前累计有12例疑似是注疫苗了后雄雄死亡的案例，这嘛，互伊登记要去因厝里甲注射的人数是减一半。另外，苗栗今仔日是新增加3例，因那彰化是增加1例。台中市20增加6例确诊，拢是东区小火锅的团伙链。市府也派人伫卡车店大清销，因为经济疫调，这家族均数包含2例无领号，就增加8人确诊。市府赶紧加开2个快筛站封堵，暗过注疫苗的部分，佫陆续传出不良的反应。如果说他注疫苗，然后他今天并发症不是血栓，我当然不可能跟这起疫苗有关系吧？他就是造成血栓啊，这个 A 例它这个也是血栓，有很多案例嘛。台中太平的黄先生讲，伊的妈妈西游记已经9年外，这个月16注 AZ 疫苗，迄一天就出现全身无力的痱，18检查发现脑部有血甲塌掉的紧急动2摆手术，目前也无脱离险境。病院表示，西游记的人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比一般人悬，是毋是甲做疫苗有关系？爱去调查。另外，还有86岁老先生也伫19下晡注疫苗了后往生，有里长就呼吁老大人应该暂时卖注。施打完的长辈的确诊死亡率还比确诊的还高，这个是几乎是倍数啦。我觉得可能是台中市的地区可能比较不适合长辈去施打疫苗。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目前台中市有12人伫注疫苗了后死亡，也影响指引到厝内底住的意愿。原来我们规划跟登记的呢，大概有200到220位的长辈。那目前看起来，明天要服务的是100位左右，大概减半哈。卢秀燕表示，原本要做的是长照适龄第7甲第8级75岁以上老大人，暗过未少民众对疫苗产生疑虑，也调整人力。另外，伫苗栗甲彰化是分别增加3例甲1例确诊。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桃园的消息。桃园今仔日新增加16个本土病例，其中9例是桃园龙潭某一间病院确诊的个案，包括4个患者，也有5个看护去画着。目前累计有13个人确诊。因那桃园市长郑文灿宣布，这间病院都要停止3天的门诊，也有急诊，而且是启动规间病院采检的计划，包括医护人员、行政人员，也有陪病家属，加起来拢总是超过1300个人，全部拢来做体检。桃园龙潭一间病院决定出入口风险消毒，暂停接受病人，因为19爆发院内感染，有2个伫家护病房照顾89岁女病人护理师，虽然注疫苗也是确诊，其中1位护理师的小弟也染疫。89岁女病人转到普通病房了后，伊甲其他3个病人加5位看护确诊，另外还有伫个新德县的护理师亲友，总共13人感染新冠病毒。89岁女性，她在5月29号住院，住在 ICU 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昨天报的这2位护理师在照顾她。最早有症状的大概是那个病人哈，那当然这个关系我们还要调查。卫生局表示，2位护理师拢无明显症状，不过为什么已经做过疫苗也是确诊呢？其实打1剂的 AZ 的疫苗，或者即使后来打的是莫德纳的第1剂，其实上在第1剂都不能够说是有完整的保护力哈。卫生局呼吁注第1剂疫苗，尽量伫8礼拜到10礼拜之间注第2剂，才能提升保护力。各启动专业采检计划，包含593名医护、490位行政人员，加302个陪病家属，拢要追踪体检。全部的采检是必要的。那另外这3天就停止门诊、急诊。很担心啊，可是。为了吃饭也要工作啊。这2天有通知说要再筛？有，要全部筛。
桃园市完成第一期疫苗注射人有67000人，虽然看好列伫第一类医疗院所的非医师人员，但过不一定已经拢有住。市长郑文灿扩大要求病院委外看护，爱伫当地进行驻还，避免院内群聚继续扩大。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今仔日本土病例是增加44例，是最近头一届伫咧50例以下。为最近确诊的感染源的调查发现讲，家庭的群聚感染是占5成，若不明的感染源是占2成。市长侯友宜呼吁民众，观察疫情唔通干那看数据，找出稳定的传播链才是关键。若目前观察新北市交通的流量有明显增加，市长侯友宜嘛拜托民众都要尽量踮伫厝里。我们总算看到整体的趋势还是稳定的在往下走。新北市本土确诊病例数20增加44例，连续8天确诊拢伫上位数，第一摆比50例较低。市长侯友宜好亲像也放松一点啊，为最近确诊感染源的调查发现，家庭群聚感染占5成，家庭占了5成，比例非常的高。其中最令我们头痛的不明感染源占了将近2成。其他的包括像其他的接触者，甚至有关居家隔离或是解隔前 PCR 阳性的，也占了一定的比例。伊呼吁市民观察疫情，唔通只看数据，稳定传播链是不是有吹出来也是关键。因为全台疫情转去，新北市各项交通流量拢明显升悬，高铁增加72%上济，台铁有16%，大台北载运量是增加8%。伊拜托民众踮伫厝用网络代替车路。我们希望拼最后这一里路，所以请少出门，希望用网络代替马路。全台为15开始为老大人做疫苗，暗过一直传出死亡个案，新北市各增加4例。这有3位是住在养护中心，有1位是在接种站接种。那其中2位是在接种后第3天去世，另外2位，一位在第4天，一位在第5天。那他们都有慢性病，所以呢，他的死亡的原因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厘清。是不是甲做疫苗有关系？卫生局长陈润秋指出，爱等中央疫苗注射委员会审批结果，若甲疫苗有关系，就有相关的补偿。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南以南拢有淹水的现象。台南永康中华路迄卡岛的巷仔是上界严重，积水的深度是超过大人的脚头有，互怀疑讲可能甲附近伫咧施工的工程有关系。若高雄透早就落雷公雨，雨是一阵过一阵，大峡甲凤山拢有淹水的情形。地处有一个有心的负责人伫咧驶车的时阵受困伫咧车顶，另外嘛有路边的树仔因为倒去，所以讲着变电箱，地处当地有3000多户失电。抽水机一直伫抽水，现场是伫台南永康中华路附近的巷仔。20透早3点了后落大雨，雨当地积水上深到50公分，超过大人的脚头夫。是我爸叫我起来，然后突然水就淹进来了。很快吗？很快啊，根本就来不及出去啊！踩下去，然后是水开始就从正门这边涌进来。李长讲，至少20户的徛家拢淹水，怀疑是当地施作这个排水工程所造成的。受灾户呢，都集中在中华路154巷69弄这2排，大约有20户左右。厂商的部分呢，就是有把既有的箱涵的部分呢，有做一个阻水的动作，导致说这部分来讲，它的排水的通水断面可能是不是那么的足够。受影响要高雄屏东、高雄国道10号燕巢交流道10道口连接台22线所在，有一个大巴肚的护林人开车经过，因为积水伤深掉伫遐，消防队赶紧出动来救援。大社区、凤山区也一度水淹到半个脸啊遐悬，加在下晡雨势有较大，积水拢已经提去啊。另外，大寮大树的民众因为雷公死呐，讲到树啊倒去，讲到电箱，有是互伫当地3000多户停电。今天到明天，台湾附近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天气都相当的不稳定，容易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这种比较局部又大又急的瞬间骤雨出现。气象局表示，西南风的影响，礼拜到拜一中南部天气拢真无稳定，较有一时中间落大雨的情形。拜二到拜四方面，山顶东到台湾的上空天气更加无稳定，较有短时强降雨的情形，民众爱做好预防淹水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因为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各地落大水雨。因南投的日月潭水库，伫20个时阵雨嘛是落甲，
水库的水是增加袂少。到20为止，欠水率已经有到90%以上，搁一公尺悬就会到满水位。另外，德基水库的填水量嘛超过2.5%。水利署表示，有落雨是真好，不过要规个消透水情，还搁要淡薄仔时间。要若调整水情的灯号，嘛就要等应变中心决议了后，才会来做调整。天乌乌一直落大雨，码头边的铺排搁铺伫水面，狗只参甲仔伊搁浸伫水内底，南头的日月潭搁渐渐恢复乌光山色的景色咯。根据水利署的观测资料，到20早起7点，日月潭水库的水位是746.92公尺，离满水位748.48公尺，敢若差无到2公尺，蓄水率要90%以上，是今年考花以来的新高点。山料方面就要报道啊，离满水位也无远咯。满水位的话，应该今天晚上或是明天早上就是满水位了。离伫德基水库落大雨了后，水位也渐渐来回升，20的蓄水率已经来到2.5%以上。虽然早起雨势较细，不过对着水库的集水区也未少的帮助。水利署表示，虽然这波落雨对着中南部的水库拢算讲有入水，水情会疏解，也不过也毋是讲会使完全来解除。我们有几座比较大型的水库，因为过去一整年的干旱哦，所以它的续生还需要时间。包括曾文水库、德基水库或是鲤鱼潭水库。不过整体而言，这个目前的水情是在往正面的方向发展。水利署表示，这阵落雨是向正面来发展，不过去年考花时间伤久啊，疏解水情也要时间。离水情的灯号是不是来做调整，是要由灾害应变中心决议了后，才搁做考虑。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高雄的天气无介稳定，目前已经落几啊届大水雨，互主管袂少伫要会当收成的叶菜类，还佫有果子，是拢无法度采收，影响到袂少农民。另外，有人除了家己的种菜，嘛会去外县市挂货，甲菜卖互餐厅或者是学校的营养午餐。不过，因为即马拄着疫情，订单是减真少，有的高丽菜变甲烂去，高不离种都爱等去餐厅做肥。这个一礼拜等收的小白菜，因为西南风带来雨势，天气为真热，真做大雨天，规个拢黄个烂，农民无奈表示，菜园拢安尼，干会用扦掉个种。这3工了，问我怎若较好天，也是后日，你迄个拜2、拜1，若好天来，日头晒嘞吼，太阳光好大，伊就安尼树掉掉了。农民讲，以前的面积将近4甲地，有2甲拢因为这3工出现落雨浸水，无法度收成。插头主管乡的农民拢拄着共款的情形，受损的菜色有大同啊白菜。那你直接下个1天，让他们有复耕的那个速度的话，其实他们是可以接受的。主管农会表示，当地农民早就管是作物因为天气受损，大部分未申请农损，是赶紧搁订正。只是疫情也让农民损失惨重，有农民为外地买高丽菜，并伫冷冻库，本来要经营团膳餐厅，却因为疫情销不出去，并甲拢害去，只好拼等餐内底做肥料。菜就已经不好销，已经变成我们农民没什么收入了，而又下了这场雨，让我们的所之前付出的成本而没办法回收。我已经有支持咱的农业局能够从优的赶快能够了解这个范围来帮助我们的农民。农会表示，因为天气变化较大，是伫这2天农损较歹估算，暗过市府被拆解联络。市长陈其迈也强调，会全市统整，赶紧为农民争取补助。记者综合报道。AM 新闻替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各县市本土病例人数。今仔日增加107个本土病例，有11个人死亡。因各县市的情形，新北市44例上济，过来是台北市31例，桃园16例，台中6例，因新竹县有4例，苗栗是3例，另外彰化、宜兰还有嘉南是1例。目前全台湾累计是14005例，因本土病例是12787例，死亡人数是549个人。所以，咱来关心注疫苗相关的消息。嘉义为13开始安排第1类至第3类的民众注疫苗到达，传出有部分的老大人因为注疫苗的不良反应来过身。今仔日早起，嘉义市是继续开放75岁至82岁民众来注疫苗。市府讲，确实有一寡民众因为惊有不良的反应，到即嘛还佫伫咧长途赶要去注射咧。未少民众一早就来到指定的所在，准备要来接种疫苗。
嘉义市伫今仔日开放75到82个民众来注射。针对最近因为注射产生的意外，来民众也是表示有注射较安心。我遐无啊，敢来住，敢若我上勇敢啊！你哪个敢来住？别人拢唔敢。啊，咱做生意的吼，咱伫外口，啊，人因拢伫内底，拢无伫。这个因为有不良反应，会不会担心？还好对我爸主要是看我爸他自己的心理建设应该都很充足了，所以就很 OK。这月中央分配4600栋疫苗，予嘉义市75到82岁的人来住。市府统计，第二波会当住的人大约有12000多人。目前预约要注射的民众有2800多人左右。市府嘛表示，民众注射意愿确实有受到不良反应的影响。我想不只是我们在挣扎，家属也非常的挣扎。我们问过的多次，但是呢，我们也衡量利大于弊。对于这一次的防疫工作，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接种疫苗是防疫的最重要一道防线。无啊，伊这生性一定爱做的啦。啊妈不良反应是家己爱控制也好，迄个算有像头仔我妈妈伊就还袂注意，就讲伊会头壳小可晕啊。妈伊迄是家己紧张去的啊，注了以后反应袂歹啊。因为惊注射的不良反应，第二波来做的人无拄开始遐尼济，但是为今仔日早时到中昼，嘛已经有1000多人来做过。黄明辉表示，疫苗无够的问题需要解决。感谢美国送的疫苗，嘛希望中央会当赶紧分配，提悬地方疫苗的接种率。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目前咱全台湾已经有超过60个老大人注新冠疫苗了后，雄雄来过往。虽然还未查清楚讲敢是甲疫苗有直接的关联，不过已经致使部分的社会人注疫苗意愿有较降低。针对这点，不少医师也是建议讲，老大人注疫苗本来就有风险。不过，在社区大流行的期间，脑注疫苗就会当降低重症的比率。全台湾拢团出注射 AZ 疫苗了后，雄雄死亡的个案，引发老人唔敢去做情形。台大感染中心副院长王明谷伫面册写文章质疑，这种报道证明，这注射疫苗了后死亡的个案是拄好的，也是疫苗唔知影风险。伊认为可能是一个真无正常的状况。对此，感染科医师分析，因为最近注射疫苗多数对象是80岁以上的老人，本来就是高风险的族群，即阵研判死亡率也无超出背景值。因为我们现在打的族群不是一般的老人家，而是85岁然后75岁以下的族群，它的死亡率会比一般所谓的老人家的死亡率还来得高一点。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所看到的发生率、死亡的发生率并没有高于我们的背景值。基层的医师是呼吁，爱加速疫苗注射的速度。若是老大人注射率下降，就赶紧搁再向下一类别来推进，提升整体注射率。不过，尽管疫苗陆续到货，医界也是普遍认为，最近要解除3级的警戒有难度，因为每一天的确诊病例数也会下降到2位数，社区的运行传播力也是继续存在。记者综合报道。在疫情的期间，全国的图书馆拢暂停开放。屏东的国立图书馆推出新的服务，图书馆会警册，而且免费寄去民众的厝里。300个名额在2点钟内，全部拢互注文了。因为伤过受欢迎，即嘛县内其他的图书馆嘛按算要推出同款的服务。屏东县立图书馆总馆的人员无用咧警册，警好的册每一本拢爱先消毒，再放入纸箱内底。这就是图书馆最近推出的服务，规箱的册会先免费寄到民众因兜，让民众踮厝内防疫有册通看。我们其实在思考，怎么样让把这个图书馆，虽然在闭馆的期间也有这个图书馆的一个功能哈，我们大家就企划了大概有300箱的这个阅读惊喜箱哈。那我们非常的惊讶，因为在2个小时之内哈就全部登记完成了。因为名额只有300个，图书馆嘛想袂到接受欢迎。这个阅读惊喜箱，一箱差不多有9本至12本册，拢是这2档出版的。图书馆会根据申请的民众，佮介意什么册，佮会推荐防疫期间上适合的册。这礼拜陆续就会寄到民众厝内。亲子教养、童书以及青少年的书籍，同时以及还有其他的生活风格、推理小说，以及就是西医生活保健的部分，对，这些都是民众喜欢的类型。毋
那总管屏东目前有21个乡镇的图书馆，后礼拜嘛要推出同款的服务。另外，台南市45位图书馆最近嘛有线顶借册，民众家己来摕，也是寄到厝内的服务，拢是希望民众踮厝内防疫，嘛会当享受阅读。记者陈嘉文罗维做屏东报道。明仔载天气啥款？咱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4度，上悬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